涉嫌虐待凯凯灵母伫法庭会室内讲愿意担罪，检方求判无期徒刑，伊的小妹方求判18年。印度向巴基斯坦社飞弹，上无26个人死亡。巴基斯坦是甲印度5架战机拍落来，宣布领空禁止飞行48点钟。梵蒂冈秘密会议要选出新的教宗，带领全球14亿天主教徒，要选啥人选偌久，外界拢在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头起先来看印度甲巴基斯坦伫咧喀什米尔的情势是愈来愈紧张。印度向巴基斯坦和喀什米尔的巴基斯坦控制区射几纳粒飞弹。印度讲是针对恐怖分子隆重攻击9个地点，上无造成26个人死亡，46个人受伤。那巴基斯坦是宣布反击，甲印度5架战机甲1架无人机拍落来，另外嘛有掠着几名兵仔。这情势紧张，未输是要开战啊！目前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领空拢关起来，造成国际航空大乱。咱台湾的航空公司要10座航班取消、延后，甚至是临时换别的机场降落。巴蜀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的居民，当地时间早透早2点30分左右，互联线爆炸声响惊起来，随即听到清真寺特别广播命令，大批民众在黑暗当中去安全地点。过程当中，阁有飞弹来，引起真大惊吓甲混乱，有数十人受伤，被送去10公里远的病院治疗。当地时间，印度军方是伫 X 官方账号宣布进行大号叫做“辛多尔行动”的攻击，也讲这是慎重正义。सामने जो है ना तकरीबन 5-7 गोले बहुत बड़े-बड़े आकर के जलते रहे बार-बार बदलाव इस तरह लगे हैं तो उसके बाद रात ही लोगों में फिर सब लोगों को उठाया गया कि एरिया खाली किया जाए अच्छा तो ये इंडिया की तरफ से जो है ना फायरिंग हो रही है ये हालात हैं 巴蜀克什米尔甲巴基斯坦境内总共有9个地点遭到飞弹攻击，其中包含人口上侪大省旁遮普的2个都市。印度军方指，因锁定的目标是恐怖分子地点，无攻击老百姓经济或者是军事目标。不过，遭到巴基斯坦反驳，至少有清真寺甲平体遭到拍到，阁有囡仔死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讲，这件是战争行为。国防部长阿西夫向媒体表示，已经展开报复，真紧对算总效。佮指出，印度总理莫迪发动这个攻击，是为巩固伊的国内支持率。दुश्मन के इस बुज़दिलाना, बिला इश्तियाल, बिला जवाज़ हमले का भरपूर जवाब अफ़वाज पाकिस्तान पाकिस्तानी कौम की हमायत से दे रही हैं और देती रहेंगी。印巴控制线出现猛烈的枪炮交火，包括国防部长讲，拍落5架印度战斗机、1架无人机，掠到几啊名印度士兵。印属克什米尔首府斯里纳加高区的学校建筑，互1架不明的无人机落入去，引起大火。巴基斯坦宣布旁遮普进入紧急状态，学校全部停课，各关全国领空48点钟。印度北部省份甲印属克什米尔也将领空关起来，造成南亚地区的航空交通大乱。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军事冲突，双方上无30来人死亡。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拢有核武，各界拢烦恼双方愈拍愈热，甚至会开战。来看两国的边境，喀什米尔是安怎成做南亚的火药库，变做冲突的关键点。第一，宗教无共，一边是印度教，一边是伊斯兰教，宗教对立是真严重。第二，主权，喀什米尔经过大小小战争，目前分做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控制区。不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拢讲家己才是喀什米尔主人。第三，恐怖主义的组织不时起无空发动攻击，毋是要求要独立，就是要并入巴基斯坦。这届拍起来嘛，是因为顶个月印度的控制区发生恐怖攻击。印度讲是巴基斯坦境内恐怖组织犯案，才会社会大反击。南亚的两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伫对峙2礼拜了后，今仔日透早冲突扩大。面对印度的空袭，巴基斯坦的民间大家拢真愤慨，报刊出现真侪批评印度的文章，阁有民众伫街仔路烧印度的国旗，真侪人赞成政府对印度开始反击，外界预计巴基斯坦会开始更较侪军事行动。I would be surprised, let's put it this way, if we didn't see some kind of at least symbolic Pakistani retaliatory missile attack on Indian soil. 专家认为讲，印度的空袭行动
造成伤亡，但是嘛放出一寡会暂时的信号，避免冲突搁升级。There are a number of elements here which are also de-escalatory. So they're signalling to the Pakistani side that this isn't the beginning of a bigger escalation.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争议是对英国殖民时代就存在啊，嘛要为着克什米尔的领土真侪摆爆发战争。在中世纪的90年代，两国拢发展出核武，双方嘛拢变甲较有站实。顶一摆发生冲突是在2019年，双方派出战斗机互相空袭，但是落尾并无全面开战。但上新的军事行动敢会将两国的新旧元首激出来，引起冲突升级，甚至用核武引起关注。公司新闻优派准备役。国内消息，凯凯案件一审宣判进程，今仔日是上尾一届审理。涉嫌虐待灵母姊妹阿姊刘彩萱是当庭回失的，讲会承担错误，叫检方求判无期徒刑。安尼伊的小妹刘玉玲这边由原主张无罪，检方求判18年。最后一次审判有什么想要说的吗？细老二母姊妹涉嫌虐死查甫囡仔凯凯，专案这次辩论终结后一摆就是一审宣判，13公布，也毋过两个人拢表明无愿意告庭填破。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最后一摆审理，由原有人告场为凯凯声援，已经认罪这刘彩萱定上鞠躬回失嘞，哪靠哪讲家己毋对，对不起凯凯，对不起家属，对不起社会大众，会承担所有错误，接受所有惩罚。辩护律师团是争取判刑16至18年，也毋过检方求处无期徒刑，更加请国民法官勇敢判落去。刘彩萱想要一肩扛，律师竟然要为刘若玲脱罪，说她是无罪。主张无罪的妹妹刘玉玲，最后定时阶段只表示无话要讲，伊的辩护律师团维持无罪答辩策略，也毋过也补充说明，假设封判有罪，以无共罪名，建议判10年1个月，还是1年6个月，检方是集体求刑18年。家属也有去开庭，应该都有看到他的状况，当然是不好。我觉得他们可能还需要时间。专案审理庭未至开10摆，那是团款凯凯家属。外用精神科医师等人也小连续出庭替凯凯收集台作证，检方也呼吁千万唔通通承细老二母姊妹恶性，那无会辜负凯凯甲其他儿童，民间更加发起呼吁集会声援。我组成的成员呢，我们最开始是8个人，他们也都是各行各业的妈妈。我们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凯凯，因此我们提出我们的诉求，我们活动不会延期。发起人强调，任何外在因素拢未影响这场集会伫初10举行，行动丰富照常进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顶个月，空桥国际学校学生徛伫要环岛，伫咧彰化边头，去互一个姓肖的查甫人弄着，害7个学生受伤。后来发现这个查甫人有食毒，检方侦办了后，依照过失伤害罪、甲毒品罪，甲起诉，求判10年。警察超找轿车，伫驾驶座的车门边找到一罐，唔知影是啥物水。这个拉开，让他拍一下。警察斟酌甲车，搁伫咧副驾驶座发现一支电子烟，含一大堆尖动者的器具。这台车是伫咧彰化鼻头乡中水路弄着学生的自行车队，因为调出这细小的查甫人是涉嫌食毒赛车，警方顺线追查毒品的来源，逮捕涉嫌卖毒的姓陈的查甫人。经过严谨数日的埋伏，在一处出租套房内，成功将该名犯嫌查缉到案。细小查甫人伫顶个月22早起，赛车电导向启动空桥国际学校寿工校区学生成年礼的自行车队，造成7个人轻重伤。检方透过检验，发现细小的查甫人体内有真侪项毒品反应，包括肉内面的甲基安非他命、可体因和安非他命拢超标，莫非阁超标1106倍。血内面有伊托米酯和伊的代谢物的成分。检方查出甲细小和细陈的嫌犯起诉，而且求处重刑。经检察官以毒驾致重伤、公共危险及过失伤害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0年。毒品来源诚信被告一并起诉，具体求刑12年。检方表示，讲这细小的查甫人对2003年开始，就有真侪摆使用毒品的记录，已经坐监真侪摆，而且是累犯，向法院求处重刑。学校对起诉毒驾是无愿意加做评论，但未来继续替代成年礼的活动。目前我们没有打算要停止啊，我们不会轻易放弃办的活动，因为这活动还蛮重要的。当然这次的经验我们会拿来做
之后规划的参考就是了。另外，受伤的学生的部分，学校讲，其中6个人已经回来学校上课，而且安排心理辅导。另外一个伤势较重的细眼的学生，伫4月底，佮完成一场手术了后，即马伊的状况嘛袂歹，各方面拢对好的方向在进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台大罢免来到第2阶段连署，罢免国民党立委罗致强的团体今仔日送件，拢总36000多份，连署的比率有156%。外界嘛关心这罢免投票敢会集中办伫咧同一天。中选会表示，因为每一案连署的期限和成案的时间无同，这影响投票日期，所以即马讲也袂准。替一箱一箱的连署书清雨衫，避免落雨淡去。国民团体发起罢免国民党立委罗致强，初次送件2阶段的连署书，宣布收到36398份连署书，达到底限的156%。民团表示，大安区是亲蓝选区，有这款的连署数量，反映大安区是毋茫改变，会继续突破罗致强的虚假认识。我们想要正式进到国民党就是说，不要以为就是铁板深蓝这一块地方呢是不会动的我们在这次运动的过程当中上来讲看到了就所谓传统的知识蓝、经济蓝在大安区这个地方上来讲呢，他们不愿意什么。再被现在的国民党支流代言，尊重罢团的公民权利，谢谢。罗致强批评这场无差别、各部分乌白的大罢免，呼吁民众投下无同意罢免，也启动大安100港、马上街宣讲、捍卫民主、大罢免2阶连署禁止袂写。对罢免案敢会当伫同一日投票？中选会主委李正勇初七表示，爱看成案时间才决定。有立委观察。办理罢免投票爱开偌济经费？一个案子，我们如果是抓1700-800万，中选会的年度预算没有办法去预料，是不是从行政院的第2月预备金来？所以一定要申请行政院来动支第2预备。好，那针对国民党、民众党提出反戒严、反废死的公投案，有意将公投案罢免案。李正勇表示，今年公投日定伫8月23，也不过罢免案的成立无法度有了。虽然法律没有规定说可以合并，但是有没有可能合并在一起，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做逆料。另外，罢免2阶连署送件，传出用笑诈骗的证据。李正勇强调，中选会有查核的检讨标准，强调用笑娘是误传，也是有意散布的错误假信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有55个台湾人伫泰国缅甸的边境园区做诈骗，今仔日遣送回来台湾。其中25个人本身伫台湾互通缉，另外30个人是从拐出国的，也是自愿做诈骗，目前正咧调查。中央要开880亿伫高雄小港机场起新的航站，第1期工程今仔日动工。不过因为小港机场有宵禁，高雄在地是希望另外起一个24点钟的新机场。后个月有泰国的名车要来台湾开卖场见面会，所有民进党的立委亚康讲主办单位有中国的背景，而且这票还未开始卖，中国的网站竟然已经有5票在划价。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台湾时间下暗，梵蒂冈要进行秘密会议，要选出新的教宗，来带领全球14亿人口的罗马天主教会。若顶一回选出彭济国的时阵，敢若用2天的时间。这届要选啥人，会选偌久，拢是外界关心的重点。教宗方济各过身了后，宗座出缺已经超过2礼拜。校定的133位初期主教伫台湾时间初7暗时就要召开秘密会议，选出罗马天主教会第267任教宗，其中一侪人过去因讲毋捌见过面，所以伫投票候选进前已经先开10几摆会议，来深入了解互相对未来教会环境。政治甲道德议题是这初期主教中间上界主要，看法无同的所在，自由派倾向更加接纳同性婚姻。为难民讲话，保守派是希望坚守教会传统的礼仪甲道德的价值，才好多加信众留条咧。也拄过身的教宗方济各，普遍被看作是自由派领袖人物，搁在前一任的本道16世是有真强的保守色彩。
另外，地理分布也是一个观测重点。这摆在投票的书记组稿内底，欧洲人敢若占53席，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有62席。最详细相关的人选是意大利的帕洛林书记组稿，伊即阵担任梵蒂冈教廷的国务院长，不代表性质出席真侪国际场合，外交历练真丰富。被看这是教廷的第2号人物，伊的立场并无明显偏向保守也是自由的派系。Il pastore che il Signore ha donato al suo popolo, Papa Francesco, ha terminato la sua vita terrena e ci ha lasciati. 另外，就伊主皮书记组稿上款是出身意大利，被看这是自由派大将。不担任特赛出访乌克兰，是不是都争取到保守派支持也有疑问。Voglio dire, quando io ho iniziato sulle vittime e sulla richiesta di perdono, penso che Papa Francesco l'ha fatto in una maniera, direi, così esemplare. 欧洲保守派热门人选是来自匈牙利的埃尔德书记组稿，伊有新哈加法学博士学位，是教廷律法专家，不過對信眾較欠缺親和力。Ennek a szeretetnek a megvalósítását kívánom mindannyiunknak. Feltámad Krisztus, Alleluja. 也來自非洲加納的圖克森，加來自菲律賓的塔格萊，是分別被看做非洲加亞洲同山教宗的希望。You know, being a small minority doesn't mean the church is dead. We believe that Jesus is alive, and he was born and he ministered, he died, and rose from the dead in Asia. 看完会议开始了后，书记组稿就甲外界来解说，甲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经由新教堂演堂的演播室地。新教宗若选举完成的庆备宴，若经过33轮投票也无得出结果，就以得票相关的2位进行决选。顶一摆方志阁是用2天的时间就当选。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美国的关税政策引起国际紧张，目前美国正咧和中国以外17个国家协商。另外，中国和美国的官员这个拜6礼拜嘛要伫咧瑞士见面。Perhaps as early as this week, we will be announcing trade deals with some of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17个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将积极甲美国洽谈，因为美国甲中国互相划出关税限制，也传出有机会坐来面对面来化解。美方宣布，财长贝森特甲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这礼拜6会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伫瑞士日内瓦会谈。中国官方媒体初7也证实这项消息，并且讲是美国经由多种的管道向中方来传输关税对外信息。中国评估了后决定谈判，不过川普强调是中国不得不谈判。They want to meet, and they're doing no business right now, and those ships are turning around in the Pacific Ocean. Big turn. Those are big ships. Those ships take about 10 miles to turn. 不过，切老川普伊个互记者对问这个关税谈判进度时，伊明显无耐心来表示，美国无一定爱签协议，而且未来可能袂阁再推动传统的 FTA， 也就是自由贸易协定，代表美国无阁再提供任何免税财务。Because everyone says, when are you going to sign deals? We don't have to sign deals. We could sign 25 deals right now, Howard, if we wanted. We don't have to sign deals. They have to sign deals with us. They want a piece of our market. We don't want a piece of their market. We don't care about their market. 批评社报道，印度已经向美国提出对着汽车零件、药品加钢铁有限度加关税降到0。不过美国是不是也提供印度对等的台务，伊原也唔知影。另外，川普也调降假新币，不爱明讲，只是讲5月13到16伊的拜访中东，要去进前会宣布一个超级重大的消息。中国也伫初7有重大的政策宣布。为了减轻中美贸易战影响，中国央行宣布降息，并且降存款准备金率，其中政策利率降0.1%，存款准备金率下降0.5%。预计将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在房地产金融方面，中国金融监管总局初7日1日提出8项精良政策，增加的600亿人民币资金会用伫调降大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头一摆买厝的人5年期房屋贷款利率，也佫降低汽车营收的标准到0才会做法。面对川普这么悬的关税，加上人民币强起来，也有美金能力，加上数据显示新出口货物订单大大减少，中国这阵只好拿对美国谈判，拿拍拼来救市。公视新闻王路文编译。现代这智慧型手机啊是真普遍，一人拢有一支通买。这通讯软体嘛是百款，实在太济咯。较早正流行的微软的通讯软体 Skype 嘛正式宣布停止服务。
这是真侪人已经将熟悉电话来声音，支持通讯软体 Skype， 伫智慧型手机普遍，加其他更较好用、更较可靠的通讯软体出来冲击之下，结果停止服务。不过，伊核心功能会被刷到微软另外一个通讯软体 Microsoft Teams 运作。Skype had its moment. It was really revolutionary. Back in 2003, it really democratized video calling. It enabled people to have video calls who weren't members of a big corporation and didn't have expensive equipment. Remain very important as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virtual remote work and just the way that we work. Skype 伫2003年由几个瑞典电信员工甲单位科技业创办推出，到受国际通信客群的嘉许，已经就是一对一、一对一视讯通话甲传输文件等高峰期全球上亿的用户。微软2012年用85亿美金买落来，新冠疫情期间，稳固工作需求扩大，视讯会议软体平台软团体沟通工作平台Slack出来。Skype 功能做袂到，微软这个整合 Teams 甲其他 Office 应用程式来开发企业用户。就伫开讲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做到连续批评甲法律问题了后，结果宣布放弃转型做盈利组织。OpenAI 要推动计划改变伊盈利部门，结果筹募更较侪资金，对着人工智慧竞赛卡步。OpenAI 创设的时阵是非盈利组织，去年12月打算将盈利部门彻底变做一间盈利公益公司，用对股东的回归甲社会目标摕到平衡为主，毋是亲像非盈利组织安尼只关注公共利益。相关计划和 AI 安全倡议人士甲 OpenAI 共同创办人马斯克提过，指控 OpenAI 转型做盈利组织是违背为人类利益开发人工智慧的创始使命。公司新闻恩文朋友。AI 长时行，毋但会当到处理工课，甚至有可能取代人类真多咱的同事。来看台北有一间美资公司，就请5个 AI 员工，因会晓分析市场、设计产品，提升工作效率。We have Kondikai, who's a brand specialist. We have Athena, who's a market researcher. We have Prometheus, who has all our sales data. We have Müller, who is our beer sommelier and food pairing specialist. And we have Ella, who is our on-trade specialist. 中间介绍的5个新员工，各有专门的所在，特别是因全自动型上班，而且无占空间，敢若需要电脑甲电源。原来因是 AI 虚拟员工，虽然本质依然是 AI 工具，毋过有名、有面容，也有电子邮件地址，也会每日换造型服装，再改变互真人同事，更较欢喜甲这 AI 进行互动甲合作，大大提高工作效率。To create this hybrid workforce where technology and AI blend in with our real colleagues. So we looked at how our employees interacted with the AI tools, and we saw that they start giving them names. And when we put on a picture on the AI agent, the use and the engagement went up ×4. 负责数据收集甲分析约根森每自动甲 AI 同事安心娜密切共事，因透过 TM 即时通讯服务对话，安心娜协助伊归纳外部电邮的资料，查看数据分析结果甲市场概况。约根森打算未来邀请安心娜到店参加会议，进行即时的工作回馈。Before there was a lot of emails coming in, and we have to look up old reports and do a lot of working, connecting things and so on. We have definitely moved to more agility, more speed, and also we can work on the stuff that really makes a big deal. 真侪数据录显示，甲 AI 合作因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根据提供 AI 解法的组织 NeoPlus 一项研究指出，第一个客服务甲整理小文件，也有定时开发，用生成式 AI 工具的员工，伫完成任务效率平均提高66%。不过 AI 毋是万能，处理工作细节时阵，依然爱谨慎，确保结果的准确性甲实用性。To be skeptic or critical of everything that comes from Kondikai because he is a machine. So you have to,
use your human skepticism to evaluate his input, of course. AI 技术一直在进步，在享受 AI 高效率甲方便的时阵，人类依然爱照明确指引甲规范，将充分发挥 AI 的辅助功能，互工作达到上大效果。公视新闻郑淑芬评论。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英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